下段是大天君，大天君，大天君进来吼，稍微讲一下。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三角来吟圣诗281首，上帝只是临在，请起立来吟。是咱的祈祷文，做伙出声来祈祷。我面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是像伫天里。
阮的一死，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死，亦叫阮看到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而至。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就是领，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柔彼拉多人来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古我上天，打做全能的白上帝感恩。伊要并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公道的教会，圣和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应文交托，启应文57篇，咱撒到来启。我是真的葡萄树。外地是真有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恁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枝无连伫葡萄树，甲枝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无我，恁袂当做生意。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ฮ็出去外面，互人捡规堆ฮ็落火烧。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什么，求就互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这时，咱三到鸭头来祈祷。至愿至尊至圣，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大权能、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掌管阮的性命，你嘛是阮人生的总指挥。上界重要的是，若无借着你，我靠你，阮不管安怎拍拼、出气力、投金钱，也拢是空空。阿爸天父，阮实在感谢你经选阮，互阮成做你的囝儿。得到4个月的愿望，求你帮助阮，透过灵修、读经、祈祷，求你的话总是伫阮的内面，帮助阮成做真正甲你互相结连的枝，会当结出搁较侪好的果子，真正做你的门徒，荣光你的名。阿爸天父，阮只是求你帮助阮。也放落阮世俗拢总的一切，阮即时要亲像恬静的羊群，鸭头专心来向你敬拜，鸭耳孔来听你的教示。主啊，求你听阮的祈求，甚至阮伫心底讲袂出来的体口祈祷，求你亲心来安慰、怜悯阮的艰苦，也使阮教业的稳定。阿爸天父，暑假中间，阮的青少年甲主日学安排夏令营、生活营，阮的兄弟也有侪旅游活动，阁有外地也是外国转来的子孙来探望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求你保守大家出入平安，也求你的圣灵，你使圣灵伫团契亲人的中间，互彼此若较相疼，
用你的话互相来劝勉带导。主啊，最后我要恳求你保守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工课、因的学业、家庭、甲生活，帮助阮每一个人拢确实掠你做阮的头，赐互阮勇气向前行，帮助阮就算行过困难，也会当得到平安。帮助阮就算失落艰苦，也会当借着你重新喜乐。亲爱的救主，我嘛要特别伫遮当心为着身体、心灵受苦，甚至无办法来教会聚会的兄弟，来祈求你亲身甲因同在，甲因每时刻拢，互因每时刻拢有对你来的平安。愿咱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门。学老，请本堂雅音合唱团来献诗，因要唱的是《你是我的主》。
多谢雅音合唱团，真感动吼！伊是上帝。圣经强托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章24节到30节，佮有36节到43节。我来读马太福音13章24节。搁说譬如对因讲，天国亲像人也好经济伫伊的园。人困的时，伊的cứu赎来，野批伫麦中就去，到麦发出来，煞结穗的时，批也出现。家主的老婆来甲伊讲：头家啊，你兼毋是也好经济伫你的园吗？对倒落有批？伊甲因讲，这是cứu赎做的。老婆甲伊讲：你爱阮去考伊吗？伊就讲：无，惊了恁口批，连麦煞拔出来，让阮两项边边大丛。听候收割，到收割的时，我要甲怪讲，大声捡遐个批，下几把通烧伊，独要着收入我的尺仓。煞接第36节。迄时，耶稣互众人四散，才入厝。伊的学生就问伊讲：园的批仔会譬如甲阮解明？伊应讲：也好经济的是人子，园就是世间；好经济的就是天国的囝，批就是歹的囝。野批的cứu赎就是魔鬼，收割的时是世界的落尾，割的就是天使。所以，亲像捡批仔来用火烧，伫世界的落尾也要安尼。人子要找伊的天使，对伊的园来收拾，伊的国来收拾，既若互人着得的，甲做不法的，迄因伫火炉，伫遐要有铁口，甲个切齿。迄时，义人要发出光，亲像日，伫因的白下国有耳孔的，着听。讲道，请本堂张牧师正道，题目是批仔的譬如。咱搁再一摆三个来感谢。天父，阮感谢你，互阮来到圣殿，互阮伫遮用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搁再一遍来调整阮伫生活当中阮有行外出的所在。主，阮恳求你的话语指示阮头前的路站。主，阮恳求你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互圣神伫阮内底来做工。感谢你，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今日要来甲大家分享，就是批仔的比喻。有一个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姊妹伊真爱买物件吼，有这个购物狂安尼吼。所以伊的先生已经啉到无法度，物件订甲规厝经啦吼。所以呢，伊这个先生就甲这个太太讲，你用莫搁买无？伊讲我就无法度吼，所以要为着要互我的压力源安尼较放松一下吼，所以我就照着买物件来解压啦吼。这先生就讲安尼好无？你特别吼，你也挡袂牢的时阵吼，你要买物件的时阵吼，你就伫心内吼，你就安尼念迄啥，撒旦摕去我后壁，撒旦摕去我后壁吼，安尼看用安尼手袂上安尼，莫买安尼无吼。有一天，伊即个太太就过去踅街吼，踅百货公司，看到一个大衣拍一针的吼，要买无？照伊的过程当然嘛爱买吼，即个内心足挣扎的，买落搁惊去互因翁转去互因翁骂，伊就想着阮人教我一招吼，讲若要想要买的时阵挡袂牢的时阵，啦，撒旦摕去我的后壁吼，所以就讲撒旦摕去我的后壁，过无偌久，伊听到啥？
后壁有声讲，你这领衫吼对后壁看起来吼愈水，买无？哦，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其实哦，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对着魔鬼用足济百款、千万款的即个方法，要试探咱，互咱陷落迄个犯罪的内底啦。所以，伊上帝国的福音，耶稣来到即个地上，就是要传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是啥？就是即个上帝要所赐予咱性命、丰盛、平安、喜乐。这些物件拢要互每一个基督徒伫地上用来享受者。毋过对着就是安那看咱过了足好诶，安那足毋甘愿诶，就是要安怎千方百计来破坏咱，互咱伫地上咱无法度来享受上帝要赐予咱迄个好诶性命。所以伫即个马太福音13章是一个足重要诶一章嘛。伊伫即章内底咧，讲到7项天国的比喻。第一个就是夜睛子的比喻，第二个就是咱今日所要讲的皮仔的比喻，第三挂菜子的比喻，第四即个家母的比喻，第五甲即个宝贝藏伫园里的比喻，第六生理人找贵重的珍珠的比喻，第七就是即个耙网的一个比喻啊。这拢是天国的比喻。第一个夜睛子的比喻，咱之前我嘛分享过吼。伊咧强调的是啥？共一个种子，共一粒种子，毋过伫无共款的土有路边的，加落伫路边的，安那鸟仔来一下就甲伊食掉。第二个土是啥？加落伫迄个土塹的所在，日头晒就安那孤打去。第三个就是即个种子伫即个刺仔内底，刺仔发起来的时阵，伊就安那，伊就死去啊。第四就是啥？加落伫好的土地，结果咧结实有诶100倍，有诶60倍，有诶30倍。所以土地无共，伊成长的即个结果就无共。主耶稣期待咱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是一个啥？是一个好的土地啦。互上帝迄个真理用深深扎入咱的心内底。伫地上，咱会用享受上帝所要赐予咱迄个天国的即个生活品质甲祝福。第二个就是咱今仔日所要讲的皮仔的比喻，一开始伊就强调讲啥？这是好的种子啊！野种子的人将好的种子下野伫即个园里，然后呢，这下暗的时阵，趁即个萝卜咧困的时阵，即个球兽来就将即个麦野伫即个麦园的内底，就走去啊！所以咧讲啥？基督徒，你随望即个上帝的道理，伫你的心内，你的心内嘛是一个好的土地。毋过，伊咧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有人会来甲咱破坏。所以今仔日即个信息的内容，就是讲咱拄着遮的破坏、遮的皮仔的时阵，咱伫咱即个教会，伫咱的生活当中，咱就爱安怎来做？咱毋通互即个皮仔来败坏、来阻挡咱伫地上无法度来享受咱天国的性命甲福气。咱大先来看麦仔甲皮仔伊的分别到底是啥？咱拢在世界上有3款的粮食作物吼，上大就是番麦，第二个就是啥？稻仔，第三就是啥？麦仔。麦仔的即个营养分上悬啦。毋过呢，麦仔久长以来有一个敌人，就是啥？皮仔。这个皮仔呢，伊个叫做啥？叫做犹太人叫做毒麦，有毒的一个麦仔啦，吼。是安那？伊伫个即个打发芽甲也未结穗进前吼，伊生做甲即个麦仔拢共款，所以足恶的去甲分辨。倒一个是麦仔，倒一个是皮仔。
伊结水了后，迄个水吼会安那有当时有毒，所以咧人甲精神食了吼，瞳孔放大啊，头晕啊，即个会老啊，丢筋甚至较严重会死。所以即个罗马政府当时的罗马政府禁止吼，你也甲迄个皮啊吼，甲压去别人的即个啥卖园的内底会安那会去判刑。因为你会互人死吼，你袂使为着要害迄个人啊啦，即个无法度修行，互伊安那减趁钱啊，互大家来买你的卖啊，你袂使做即款代志吼。所以罗马政府对即个行为有足严的一个刑罚吼。所以即个皮啊吼皮啊，就较咱41节所讲的安那，伊就是既然互人钓达，甲作为不法的。食的人会安那钓达会死去，伊本身嘛是一个做不法的吼。所以伫遮咱来看今日经文内底，我小可甲整理一下，互大家对即个譬喻会搁较清楚吼。来，第一点，卖啊，伊讲啊呐，天国亲像人也好种子伫伊的园啦，也好种子的人是啥物人？是人主啦吼。即个好种子就是啥？天国的囝吼。所以伫遮咱看到啥物人是亚种子的人主，对吧？这亚迄个好种子就是啥？就是麦啊，就是即个天国的囝吼。过来，伊咧收割的时阵呢，即个麦啊甲尾啊啦，互收伫主人的尺寸的内底吼。然后呢，伊的特质是啥？即个麦啊的性命，就是伊要亲像日头共款发出迄个光啦。吼，咱过来看皮啊，吼，皮啊，伊就是啥？人咧困的时候，伊的求收来，也皮啊伫麦中就去啦。亚种子的人是啥物人？是魔鬼，吼。皮啊，就是迄个歹的囝，也皮啊的即个求收，就是啥？就是魔鬼，所以是魔鬼咧压吼。即个收割的时阵咧，收割的时阵，即个园主就会交代，讲即个收割迄个人，就爱甲伊安那下规捆然后咧甲烧掉，吼，甲等伫即个迄伫即个啥火炉内底啦，吼，爱甲迄伫火炉内底。所以咱看到即个譬如的内底，我甲小可整理一下，麦啊甲皮啊吼，亚种子的人麦啊是啥？人主耶稣，吼，皮啊咧魔鬼，吼，伊的属性咧，麦啊就是一个好的种子，皮啊咧是有毒的，吼，伊的角度咧，麦啊是天国的囝，即个皮啊是啥？歹的囝，就是魔鬼囝啦，吼。然后呢，伫教会内底有当时即个麦啊，吼，就比如成真的基督徒，皮啊，就是假的基督徒。伊的结局，麦啊，就是收伫七寸的内底，皮啊咧，迄落火炉的内底。即个麦啊的性命的特质，麦啊，就是啥？种起来要供应人的需要，对无？所以会供应人的需要，会真侪人的祝福。麦啊的性命也是一款的造就甲鼓励的一个性命。皮啊咧是一个苦毒的性命，是要叫人跋倒的性命，是要互人最歹的一个性命。这就是麦啊甲皮啊的即个啥的分别啦，吼。这就是咱看到即个分别。好，咱今要进入今仔日的信息，吼。第一个信息，主用阮麦啊甲皮啊，平平伫园里大长，同齐来成长啦，吼，同齐来成长。27节甲28节，伊讲即个园主的老婆来甲伊讲，头家啊，你兼毋是也好种子伫你的园吗？对倒落有批。即个啥园主就讲，这是啥求收所做，吼。当即个萝卜去即个卖园内底看到有皮啊，竟然转去甲伊的这主人讲，主人安怎讲？主人讲这是我知啦，这就是魔鬼所做的啦，这就是魔鬼所做的。主人足清楚的，
有马仔伫伊有皮仔伫伊的麦园内底同齐大汉，而且伊知影即个凶手是啥物人，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有当时咱会甲即个罗卜共款，咱会问咱的上帝啊，讲安那，毋是你遐拢好种吗？你的麦园内底哪会有即个皮仔伫倒位来啦？上帝，你所创造的世界，毋是足水的吗？你看你所创造一切拢是好。即个世界才有暴力，才有战争，才有一个邪恶真歹的代志。到底是安怎？教会毋是你所竞选的人，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入来教会嘛？教会是安怎搁有遮分裂、遮的纷争、甲遮的罪恶的代志啊？我甲你讲，教会2000多年来哦，对即个主耶稣基督一直到即阵哦，遮的问题拢一直存在啊。咱想讲教会一个基督徒入去教会内底，想讲教会一个纯洁一个无下俗的一个教会，存在无？无存在啦。你若问上帝遮的问题是时阵，上帝安尼甲你回答：我知啦，我知即个世界，我所创造的世界有麦啊，嘛有皮啊。我知影我所竞选的遮的人，我所设立的教会有麦啊，嘛有皮啊。伊会甲你讲，我拢知啦。其实哦，伫马太福音哦，即段譬如的时阵，伊的背景是安那？马太福音伊迄个年代咧，伊的教会受到真的基督徒甲假的基督徒伫一个教会内底拢安那拢存在啦。你安尼烦恼，教会内底有足侪人安那安尼参像即个第7章所讲的，伫遐咧话，主啊，感谢你啊，主啊，你的恩典啊，主啊，我学了你啊。毋过遮的人啊，主啊，主啊，你伫话。毋过呢，都是无愿意遵守上帝所交托伊，照上帝的话来行。所以教会真基督徒甲假的基督徒，麦仔甲皮仔拢安那，拢白白伫教会内底来成长啦。所以伫即个时阵，马太看到的情形是安尼。所以呢，即个国外的基督伫即个地上。伫即个田里啦，即个园里，伊咧譬如的时阵，伊讲都是世界，都是世界。毋过伊伫即个世界内底来啥？来设立教会，所以我甲即个范围缩小，伫即个教会内底较即个焦点放在教会，较袂安尼分散好，即个马太看到是啥？上帝设立教会。来就遮的啥好的种子，遮的天国的囝进入即个教会内底。相时啊，魔鬼嘛将即个无属的天国的囝，然后是一个歹的囝，是属的魔鬼的，嘛共款啊啦，嘛甲压伫即个教会的内底。所以咧，即个啥马太就照着即个啥，伊对遮的情形感觉真无奈，所以伊只有将即个望甲藏去。即个末日的时阵，望上帝用差遣伊的使者来啥来清起伊的教会，将假的基督徒将遮的皮啊，拢甲赶出去。所以这是马太伊写即个譬如时阵的即个啥？的背景啦，其实咱若看到麦仔甲皮仔吼，伊咧啥？伊咧生长的时阵吼，皮仔是一种杂草，咱知吼，迄个草啊，伊的啥根吼，伊无法度扎进去吼，伊拢较表面吼，所以咧，伊咧打开始咧生长的时阵呢，即个麦仔伊的即个根往外展，所以伊会来妨害即个麦仔伊咧生长吼。麦仔的根它是往下扎根的所以伊的方向是安尼。这个皮仔是往旁边啦所以呢，这个麦仔咧生长的时阵打开始会受到皮仔的影响结穗的时阵呢，这个皮仔伊的根伊会
分泌一种有毒的物质，会来妨害这个啥麦啊来结穗，互伊的产量来减少。这个譬如提醒咱每一个，咱是麦啊，是上帝天国的囝这个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咱进入这个教会内底，咱活伫这个世间，咱的边啊，永远有啥？有皮啊！上帝甲你讲，你要问上帝，怎啊有这个人妨害我成长嘛，妨害我结穗嘛？上帝甲你讲，我拢知。凶手是啥物人？魔鬼嘛。所以伫这个时阵，上帝爱咱的啥？伊甲即个皮仔外放伫咱的性命的边啊，甲咱同齐来成长。伊就是要安怎？咱伫咧成长的时阵，有阻碍、有窒碍，咱来安怎往下扎根啊？拄着遮个阻碍的时阵，咱搁爱安怎？搁较深来倚靠咱的上帝。咱的生命内底若无皮仔，我甲你讲，咱的属灵的生命袂进步啦。所以你也看到保罗。保罗若毋是伊身躯迄支刺，伊哪知影上帝你的恩典是够额外的？伊都毋知影上帝的恩典是遐尼大。彼得咧，彼得若无三遍，伊去若无认主，去好认主耶稣，伊哪知影主你的赦免原来你对我的疼是遐尼深啦？所以这是麦啊，伊边仔有皮啊，伊搁较倚靠上帝。我看到一个见证，有一个足少年，差不多39岁的一个女的企业家啦。当伊的公司咧发展的时阵，业绩一直成长，毋少上时拄着真大的压力，压力大到伊也阁困袂去的时阵，伊就想讲：哇，阮老爸顶甲咧创业的时阵嘛共款，安尼压力大，40岁，伊的内底伊的迄个精神的疾病全发作啦！所发作了，到这个了后，因老爸就无法度搁继续正常来工作。所以呢，伊也咧困袂去的时阵伊就开始想着因老爸。哇！阮老爸40岁这个病才发作起来。我明年40岁，我即阵的情形，甲阮老爸共款。阮老爸的这个毋知遗传互我无？逐工都伫遐想，愈想愈惊，愈想愈惊，愈惊就愈困袂去。所以有一天，伊甲上帝祈祷的时阵，上帝甲讲：“我是你的老爸啦，我无精神病啦，你安心啦。”所以才甲伊的这个不安的心，迄个惊吓的心完全对伊的生命来堵去啊。所以，咱的麦啊，咱是麦啊，皮啊，伫咱的边啊来伫咱的边啊，咱毋通互即个皮啊魔鬼来欺骗去啦。伊定定甲你欺骗，恁老爸40岁你就发作，你共款你嘛40岁就发作。你的家族有啥物病的遗传早就死。我讲你要到迄65岁你嘛是共款。咱来咱来甲即个对咱的即个白贼话。对咱的生命内底来堵去，咱的根亲像麦啊共款，爱扎根伫往下扎根，扎在上帝的真理的内底，这是足重要的。若无安尼，咱伫咧咱过程的当中，这个魔鬼真诶会照着遮的皮啊，互咱生活，咱亲像好的麦生活起来那杂草共款，咱无法度结实时间来看爱紧的好，来第三第三要个靠这个皮啊的这个官兵，伫啥物人的身上？伫主耶稣的身上，伫这个的主人的身上啦当这个罗伯看到麦啊有麦园内底有出现皮啊的时阵，伊就紧来去甲伊的头家讲啥？讲头家啊，你爱阮去靠伊吗？主人的回答是啥？注意这个主人的回答毋讲你紧来去靠的靠清气，这个麦仔较紧大张，毋是？伊就讲啥？无，
行了，恁靠背连袂煞啊啦，慢起来。然后呢，伊阁讲用阮2项平平大肠听候收割啦。所以主人的即个回答会互人足意外啦。伊讲啊，无啦，行了恁靠背的时阵，连尾啊吧，安那叫慢起来。恁听到安尼，恁心里舒服吗？我边仔食一个皮仔的，上帝安怎讲？唔通哭的。上帝，你甲伊哭掉啊！上帝讲无，安那行了我呐，你哭的时阵哦，连你个好的拢哭起来哦。好，37足重要的吼，37足重要的。用阮2项平平大肠听候收割，2项是啥？就是麦仔甲皮仔吼，2个爱互伊同齐大汉啊大肠，然后呢等待即个啥收割。兄弟姊妹，你若无了解即句话的意思哦，你就是中咱足容易中即个魔鬼的诡计啦。耶稣用即句话甲咱讲，咱人无法度做上帝的工作，咱人无法度做审判的工作。甲即个皮仔除掉，哭起来的官兵伫哪？伫主耶稣的身上。审判的官兵伫主耶稣的身上。魔鬼甲你讲，无。唔免主耶稣出手，你家己出手就好啊。审判的就是你，你信用足在，你就有法度啊。哦，你上帝囝儿，所以咱若看到这的时候，咱看到这个这个譬如的时阵，这个有解说讲啊，这个啥这麦仔是啥物啊，这个皮仔是啥物，毋过伊都无讲啥，讲这个萝卜到底是啥物。咱看到。萝卜定定都是咱教会内底吼，足忠心足来侍奉上帝啦。伊足忠心的，伊看到皮仔的时阵，都紧来甲即个啥，甲即个园主讲，有无？然后提出伊的建议，讲啊，甲伊扣起来好无？然后即个啥，园主讲啥？无啊，行了扣皮仔的时阵，连袂煞扣起来，这对咱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提醒吼。第一个，咱有法度分辨即个麦仔甲皮仔的即个啥无共款无？哪有即能力无？第二，爱记哩吼，扣皮仔的时阵会去伤着麦仔。上帝互咱的吩咐是啥？就爱安那听候收割的时阵，咱先来看啊，第一个分辨麦仔甲皮仔的即个啥能力吼。我讲过，麦仔甲皮仔生到足像的吼，所以呢，当这个萝卜要去扣这个皮仔的时阵啊。到底有迄个能力无？他有没有那个分辨的能力？就咱嘛是定定共款咯。咱要去分辨这个麦啊，还是皮啊？咱有迄个能力无？咱大家拢毋是上帝哦，咱大家拢有安那有罪吼。咱家己的眼光有来些拢会偏差。到底咱连看清楚哦，到底啥物人是好人，啥物人是歹人啊？这个譬如的重点爱记吼，唔是叫你把你的一生拢用伫啥分辨这个啥，到底这个人是麦啊，还是这个人的皮啊？你一日敢去看啊？张牧师讲话就拿皮啊，啊，行路愈成皮啊！我甲你讲，你若逐工去把你的生活的重点拢放伫这个所在，你去甲分辨嘛，分辨到尾啊吼！我甲你讲，你看别人拢是皮啊，你家己是麦啊，因为安那。你用你的观点，你用你的标准来看哦，所以伫遮咱真诶有迄个能力无？分辨真假的能力无？我举一个例吼，12世纪的那个宗教裁判所吼，伊就是要甲一寡异端啦，甲遐当中有一寡女巫吼，要甲那抓起来，捍卫以基督教的信仰啦。不过这个宗教裁判所呢，到尾呢，嘛甲足济这个啥？真的麦啊，上帝的囝啊啦，甲抬死呢。我举一个例吼，15世纪迄个圣女贞德，咱大家拢知吼，贞德啦吼。伊去有这宗教裁判所呢甲判定伊是安那，伊是异端，用火甲烧死。然后呢，25年了后，1920年，伊去有天主教甲封圣徒啊，叫圣女贞德，哦，这圣足重要吼，
保罗是圣保罗吼，彼得是圣吼安尼，所以这是圣。你知道伽利略吼，因为他认同这个地球运行的时候，太阳是中心，他被视为怎样异端，伊就去用软禁起来，去有宗教裁判所给他软禁起来。结果到这个1992年的时阵，这个保禄二世承认教会过去迫害伽利略是错误的，所以才恢复他的名誉。有看到无？咱真的敢有分辨真的麦啊甲皮啊的能力啊？真的吗？哦，咱莫去执行上帝审判的工作。明明咱是好的种子是麦啊，结果因为去审判。中到这魔鬼的诡计，魔鬼讲你我都去审判，咱就去审判。到尾咱嘛变魔鬼，咱嘛变迄个皮啊！吼，来，过来，剩5分钟，吼，来，头皮啊会伤到麦啊！吼，咱知哦，麦啊甲皮啊伫即个共一个园里来生长。我有讲过，麦啊甲伊的皮啊，伊的根的所在吼，会安那会甜甜做伙啦。所以呢。就算你有迄个能力去分辨讲，啥物是麦啊，啥物人是皮啊，毋过因的根拢啊连做伙的时阵，你去敲即个皮啊的时阵，会甲即个麦啊怎敲起来，连接在一起的嘛，吼。咱若运用伫即个教会实际的经营，咱会发现咯，兄弟姊妹，咱大家拢去做彼此相听，咱兄弟姊妹的关系足深的，毋过是一定。常常咱拄到即个一个代志，咱的意见无共款的时阵，甚至咱是对立的时阵，上难处理的毋是遮个代志，上难处理的是啥？遮个代志，阁有无共款的人掺伫内底啦。哦，遮个人是安那？是种结归会结做伙啦。所以伫即个譬如内底，互咱提醒咱爱安那？足细致去处理遮个问题啊！咱毋通叫讲啊，我紧紧甲遮个皮啊安那甲处理掉。我甲你讲，处理的时阵，定咱嘛去伤着好的基督徒，咱嘛伤着迄个麦啊。所以咱来细致去处理遮个代志，毋通互即个善良真的基督徒伫即个。教会内底来受到伤害啦，哦，咱常常感觉讲，咱都是足客观的，咱都是足公义的，咱打抱不平。我甲你讲，有时候咱的判断是因为咱到底有利益无？咱拢人啊，咱拢是罪人呐，咱到底这个啥有？咱家己有对这件事的观感主观是安啦，咱常常是安尼哦。咱的判断定定错误啦，连我家己嘛是共款哦。所以耶稣个互即个罗卜的提醒，就是你要处理这个代志的时阵，你爱安那，你爱细致。耶稣主人珍惜每一个啥麦啊，伊无爱即个罗卜去敲皮的时阵去伤着伊的教会的麦啊，吼。所以爱谨记这一个原则，吼。所以耶稣无爱人去甲即个皮啊敲起来，这是足独特的代志。因为伫2000多年前，耶稣迄个时代，即个农夫啦拄着皮啊，伊就去敲，看到就是去敲。毋过呢，一直到即个1950年、1960年的时阵，才发现科学家咧发现讲，你安尼去敲吼，会互即个园内底的即个皮啊哪来哪济。啥啦？因为你去敲的时候，你会去动到那个皮啊的这个水，迄经济，伊就加入到这个土地，你若个冰头的时候，你就个发出来，所以你愈慢，这个皮啊愈济，一个原则，所以你要去敲的时阵，我甲你讲，这个田内底迄个愈慢去除掉这个皮啊，所以这个。上好的方法是啥？1950年、60年才得出一个结果，农业专家、科学家才知道说，原来莫去敲伊，互伊安那像耶稣所讲的，平平大长，一直到收割的时阵才去甲安那，才去甲分出来就好啊。这个是最好的除去这个稗子的做法。过来听候收割。
天后收割的时阵是啥物？收割的时阵，就是世界末日，就是主耶稣搁再来的日子。伊讲要收割的人，就是天才，其实就是主耶稣家己啦。将即个皮啊，甲烤出来，用火甲烧掉。哦，伫个伊咧心怀的时阵，嘛是安尼吼，嘛是安尼。咱会感觉吼，对着上帝遮的歹人无爱紧紧甲除掉呢吼。要安那等到主耶稣搁再来的时阵，才要来处理呢吼。咱看到遮会足生气无？咱会足无奈无？啊，有毋对的代志，只看到歹人，就马上去甲处理就好啊，甲消灭所有的坏人哦。所以小朋友常常要问我讲：啊，上帝为什么无爱直接甲世界所有的歹人啊？啊啦，拢甲消灭？好，咱基督徒过着一个幸福、美满、和谐、平安的日子。怎啊？我咧想哦，上帝吼，照伊的意思吼，甲所有破坏世界的人吼，直接甲杀死好啦吼。我甲你讲，恁今日下早都无讲道的人徛伫遮，嘛无人坐伫下面啦。哦。上帝啦，用伊的公义来对待每一个人，我早都活袂去，我都活啦，早都毋知死几百遍啦。这是上帝恩主的主爱，上帝的耐心啦。所以要叫咱听候的时阵哦，你毋通做一个审判的人啦，哦，啊毋通甲这个伙考起来啦，甲上帝应做。审判的工作，咱毋通去抢上帝的工作吼，咱是人毋通去抢神的代志吼。这个代志会伫个适当的时机来成就啦吼。伫这个上帝咧收割的进前，咱爱搁较有耐心吼，爱搁有耐心。所以，咱军队主耶稣的人爱合适安息伫主的内面，咱毋通去那迄个消防员，那里哦，遮熄火，咱就紧日去啊！遮有无好的代志的时阵，咱就爱紧日去交互上帝啦。莫逐工敢想要去敲迄个皮啊啦！用你的观点看，迄是皮啊！你讲真的，迄讲真的皮啊！哦，所以最后吼伫个天后是伫即个譬如的内底，我甲你讲，焦点毋是叫你去分辨啥物人是马啊是皮啊，这毋是即个主耶稣讲即个譬如即个啥的重点。皮啊的性命毋是上帝所欢喜的，毋过到底啥物人爱去处理，上帝会去处理伊吼。咱爱做啥？伫咧天后的即个期间，咱所要做的，就是咱尽咱马啊的即个啥？特质，咱往下扎根啦，好，扎根在上帝的真道的里面。这个真道会互咱安那往上成长，并且结实累累啦。咱若往下扎根，咱愈啥愈健康。咱若勇壮的时阵，咱都毋惊边仔的即个啥皮啊，对于咱生命影响。咱的生命会结出果子来，亲像43节所讲的，咱的生命是要发出日头的光啦。既然即个天后，我讲哦，圣经内底若是有天后，拢是上帝的恩典哦，所以。既然是天后，就变做这是一个稳定的譬如。上帝看到这个皮啊，伊有马上除去无，扣起来无？无咧。伊讲安那，甲这个审判的日子往后延，延到啥？收割的时啦。哦，既然上帝稳定吼，这个收割审判的日，安尼往后延的时阵啊，我讲。皮啊，是毋是有机会变成马啊？哦，所以基督徒兄弟姊妹，咱若是真的马啊，是好的种，往下扎根，向上成长。咱来安那爱影响着边仔啦，互皮啊，伫上帝的恩典内底来安那来变成好的种，天国的囝。哦，有可能啊，上帝是改变的上帝，敢毋是？哦，刚才
我打来，我对细汉伫教会大汉，检猜我嘛是皮啊，毋过上帝就是甲我改变，互我小可成迷啊安尼吼。所以这毋是上帝恩典吗？咱毋通看到即个啥，看到即个外间讲话你是皮啊，就把你赶走。这毋是上帝要爱咱做的代志。审判伫啥物人的身上？伫上帝的身上不要帮上帝的忙也不要去代替上帝的位置。咱就是人好，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你照着马仔甲皮仔即个譬如，互阮看到现实的世界。主，你将这无好的代志摆咧伫阮的边啊！主，阮也看到这是一个事实。你伫即个中间，互阮无急的要甲遮的皮仔来扣起来。遮的皮仔伫阮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检采成做阮的帮助。互阮我倒转来，用搁较来倚靠上帝。主，阮恳求你，互阮无代替你来做迄个审判的使者。阮只不过是人，阮嘛是受你所审判的。主，互阮将即个观念将即个上帝你所吩咐的，放伫阮的头壳内底，互阮的生活，互阮伫教会，互阮伫工作的内底，互阮伫家庭的内底，真诶正做你的光，亲像日头共款，甚至会互阮边仔的麦仔，伫你恩典内底变成麦仔。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信息，咱三九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638首，咱就出欢喜的声，请起立来吟。
会长请坐，奉献，请张惠瑜、于正雅执事来书献，请叶宏仪执事来帮。歌，请起立来吟。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今仔来参加礼拜，礼拜煞，请留落来互相请安甲交谊。9月24，教会要举行野外礼拜吼，今仔日要召开筹备会议，请同工来参加。第三，后礼拜要举行圣礼典甲圣餐礼拜，请兄弟姊妹要洗礼、献圣礼、幼儿洗礼、转接的，请服务师知影。第四，后礼拜第2场吼，要举行各团契的升级礼，所以请各团契的毕业生会有留时间来参加。后礼拜煞嘛有小会吼，请小会员预备来参加。第5，奖学金后礼拜咱要来募款吼，请有感动的兄弟来准备。第6，爱心伞吼，请大家若是有借用迄爱心伞，会记即个扎转来，以后若是有落雨吼，大家较好来使用。第7，财务组查校，请各团契今仔日礼拜煞，将前半年的校本吼交互办公室。第8，敬拜团顶礼拜大家拢有看到有影片吼，大家会使去 YouTube 会使搁看一摆，也是会使分享互恁的朋友。若是大家有感动要来参加服侍的，大家跟那个胡匡瑞团长来报名。团契消息，咱楼开人门幼儿园吼，拜六要举行毕业典礼，有6个毕业生吼，少子化安尼无简单吼，恭喜。主日学夏令营吼，8月12到14吼，周报顶悬有写毋对，12到14，拜6到拜1，伫玉山神学院要举行。若主日学家长会使甲咱宁宁校长来报名。青少课新华营吼，8月18到20要举行。咱遮的团契的活动吼，请大家嘛放伫咱的祈祷点当中来关心。教界的消息甲大道的事项，请大家来参见周报。信息300
有要补充的吗？来欢迎今日伫咱中间吼，我看到秋心老师的查某囝吼，洛璇刘洛璇，伊倒转来度假，伊伫USC，今日伫遐欢迎伊倒转来。咱也来欢迎迄个消费者的公主吼，万先生吼 Peter 伊伫后壁妈妈。咱知影消费者超10天前跋倒，即马还佫住院吼，所以需要为着伊代祷，伊可能偌久爱开刀吼，所以今仔日伊特别为迄个New Jersey转来照顾妈妈。有几个补充吼，第一提醒讲明仔载吼，咱即个1:30到2点半演习啦吼，咱中备迄个时间卖出来吼。第二项，下礼拜就袂佫出一届。我发现讲咱教会高龄化所以有真侪厝里吼，有人有轮椅。其实教会即马有3台轮椅啦吼，所以如果你暂时需要，请你随时来教会用。拐杖吼，迄个4脚还是 walker 吼你若厝里若有无咧用吼，因为有时我会去接到电话，像我昨做你接到一个电话讲，毋知啥物人厝里有迄个移动式的。会通轮椅便盆迄种的物件吼，如果你厝里有无要用的，那欢喜摕来教会，有人要借伊即种暂时会通大家共家用吼，所以咱会通来安尼来大家吼，因为即个物件买咧有时咱若用了，咱就无去用吼，那有需要咱伫教会伫遮会通来提供即种的帮助。然后就是第3季咱后礼拜要收青山，第3季唯一一届的圣餐礼拜。搁落去就是咱7月初8音乐会有一个访谈吼，咱即礼拜搭伫放伫咱的 YouTube。若规场有人咧问讲规场的音乐会，即摆搁咧制作后置吼，可能到1、2礼拜了后，咱会原来会互人过来。回顾咱7月初8迄个70周年音乐会，迄个等1、2礼拜吼。以上安尼报告，多谢。线接信息吼，391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认证，大家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定到，绿岛闭会。